其实你赚的很多，但是什么都没剩下，这是运气没站在你这边。要稳住财运，不妨先从这3件小事开始调整。1. 说话的方式，藏着你的磁场。总是说我好穷，我撑不下去了这类话，这其实是在把能量推走。练习多讲一点正面的话，替自己留住希望和能量。2. 让生活的节奏稳下来，不要急着证明什么。有些钱是需要你先安稳住自己的生活，它才会慢慢靠近的。3. 圈子干净一点，心就不那么乱。总被人借钱，听人诉苦，被拉去投资的你，真的该停一下了。你要变冷漠，你的能量要留给重要的事。钱留不住，很多时候是你的状态太乱了。但好消息是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把它收回来。练习好好生活，好好聚财，因为我主页那支完整版的财运影片，会更清楚地看懂如何养出属于自己的旺气场，稳住财运，守住幸福。